我要举网向山，我的房山对倒落来，我的房山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阮得到房山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大家用圣诗23首，七鸟的主、海洋的主，全首6赞。圣诗23首，请会众起立来学乐上帝。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去成，愿意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壁倒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永活啊，上天打坐伫全能的地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大名。阿门。从请坐，用启应文第10篇来启应。伊圣诗的后壁面1012面，嘛是诗篇23篇。我来启，请会众大家来念。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
虽然大军阵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一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调戏你。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互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要信靠上主。这声，要信靠上主。请大家仰头来祈祷。万关联历史的主宰，阮敬囝儿围累伫你的宝座前，来欢喜自执，来敬拜你。阮知伫战争甲威胁甲战事的时，求你阮为着各国的领袖来祈祷，甲文武百官，尤其是伫官场内底，若有像但以理属你的囝儿，求你赐因智慧，赐因勇气，有谦卑，甲你同行的心。像大笔所敬的石头，会当拍败像歌利亚安尼侮慢上帝，贪心侵略别国的政权，互阮无论是交战的两方，像乌克兰甲苏联，还是咱台湾甲对岸，两边拢有属伫你的子民。求你保守因平安，伫即个时阵，互阮毋是干那享受伊所享受的平安，也互阮平安是甲爱阮敬虔来过日。嘛为着台湾美国1月份的选举来祈祷，愿阮深信无论结果是怎样，上帝摆比所有的代志，阮来感谢你。政权会改换，毋过阮相信上帝福音的真理永远徛在。阮为着来传承上帝的话，培养好牧者的台湾新学院来祈祷，帮助阮献人、献心、献金钱来报答过去100多年来一直培养好的牧者的台湾新学院，互阮照着阮所做的来报答新学院的恩情，嘛为着南门教会来祈祷，感谢你昨保守事工研讨会顺序，大家好的意见，好的督务，
求你来看顾阮过来圣诞节的逐项的事工，甲70周年侪个事工，互阮无论是咧计划的时，咧推动你拢你的稳定，拢甲阮做伙提点。今仔日个礼拜求你借着从牧师所讲的道理，互阮中间若有受到无公平、歹款待的会友，无论是伫职场、伫生活中，会当得到安慰、鼓励，让阮深信上帝看见即项代志，会当帮助阮继续坚持阮的信仰的原则来生活，来荣光上帝，来利益人。为着今仔日阮欢喜有人决心要来一世人跟对你做你的门徒，有领洗礼，有幼儿洗，由你对头到尾来顾守。阮相信，毋是阮甲因做伙欢喜尔，伫天里种天使，做伙来欢喜。阮大家，你听见阮逐个有声还是无声的祈祷甲敬拜，诚做芳芳的者，得到主你的感动。人有限的祈祷事，袂为阻挡你无限稳定的行做。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献歌队来赞美救主愿意做我牧者。
感谢圣歌队歌声会煞，伫咱逐人心内的感动袂煞。来，即摆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31章36节到50节，旧约台语汉语本的33面。显着，我来读，大家来想。雅各就受气，甲拉班计较，对拉班讲：我有犯着啥物过失，有啥物罪恶？你竟然比我遮紧！你蒙骗我一切的家私，有抄着恁兜啥物家私出来，通下伫你我的兄弟的中间，互因伫咱两人的中间判断。我甲你住这20年，你的绵羊母、山羊母袂捌有落体，你羊群中的羊羔，我袂捌食伊，互野兽伤害的，我无带来互你。我本身坐业，无论日是受偷，暝是受偷，你拢对我讨赔。我日是互日晒，暝是互霜冻，拢袂得顾得困。我常常是安尼。我这20年伫你的家，为着你2个查某囝，甲你做工14年，为着你的羊群6年，你10摆加换我的工钱。若毋是有我的爸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佫是以撒所敬畏的，甲我伫地，你当互我空手去。上帝看起我的苦情，甲我的劳碌，才伫昨暝责备你。拉班应雅各讲：这个查某囝是我的查某囝，这个囡仔是我的囡仔，这个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若你所看去的，拢是我的。我的查某囝甲因所生的囡仔，今仔日我会甲因做甚物？哪来咱2人通来立约，伫你我的中间做证据？雅各取石徛做条。雅各对这个兄弟讲：恁着捡石头，因就将石头捡来贴规堆。上帝，大家就伫迄堆的边仔食。拉班名伊叫伊加尼撒哈杜他，雅各名伊叫加瑞德。拉班讲：今仔日即个石堆做你我中间立约的证据，即个所在叫做加瑞德，也叫做米斯巴，就是讲咱大家离别以后，愿耶和华伫你我的中间监察。你若苦楚我的查某囝，搁伫我的查某囝以外另外娶某，虽然无人甲咱伫地，有上帝伫你我的中间做干涉。时间咱请咱的牧师钟诚牧师，但是钟诚牧师来讲对伊题目是上帝看起我的苦情甲心乐。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阮伫今仔日的早起，会当代表着台湾神学院、甲台湾神学研究学院来，甲咱的兄弟参加礼拜，也同时代表着校长、郑东刚老师甲同学伫遮大家请安。感谢咱教会过去这几十年来对神学院的支持。我会当回想着胡卫生牧师是伫台湾神学院毕业，也伫台湾神学院兼任老师。也咱教会张牧师也是台湾神学院的校友。咱前一任的施变赞牧师也是神学院的校友，也捌伫神学院真久长的服侍。咱即马主任牧师也是神学院大神毕业的。
差不多我会当熟悉伫咱教会几日的牧者，拢是咱新堂院毕业，为着安尼感谢上帝恩典，也伫遮多谢咱教会过去对新堂院的支持甲关心。今仔日我用着上帝看见我的苦情甲着磨来甲大家兄弟来分享。伫现在社会内面，咱常常会当伫即几年内面看到咱讲的，伫社会中间的劳资纠纷，有当时啊是因为老板头家欠员工的薪水，也是讲减薪减少薪水，也是讲其他的种种的原因造成着咱劳工权益的损害。伫咱即马咱台湾的法律内面，咱讲劳工法就是安尼保护着劳工甲资方的种种的问题，若发生的时阵会当来处理。总是实际上，咱看到真侪问题呢，是法律也无都完全来处理甲解决的。比如讲，伫前几年、2年外前，咱 COVID-19 也是讲武汉肺炎，也是新冠状病毒影响的下面，对世界甲咱的台湾社会拢有真大的冲击。所以伫咱讲的遮个问题，头拄仔所讲遮个问题呢，真侪就安尼来发生。事实上，劳资的纠纷即个问题呢，也伫咱今仔日经文所读的会当出现。所以咱会当来看，伫古早伊是安怎来解决因所面对的问题。咱讲到今仔日的经文的时阵，咱着爱回想起，伫创世纪28章内面有安尼描写讲，即个双生仔的弟弟就是雅各，甲伊双生仔阿兄以扫，因发生着纠纷，因为弟弟呢抢夺哥哥的大囝的名分，佮伊的祝福啊，也是因为安尼来偷摕去，所以即个阿兄就非常的生气，甚至呢想要来动武力，要来追杀。所以雅各伊就爱离开伊的故乡，叫做别是巴，然后逃往伊的妈妈的外家厝，就是哈兰的所在。伫到半路的时阵，伊来到伫伯克利的所在，伫遐过暝，总是上帝伫遐甲伊显现，佮伫遐甲伊应允。所以过顿工呢，伊就安尼来徛一个石头，伫遐来讲，这是上帝的厝，就是伯克利的即个所在。所以伫梦中，上帝甲伊显现。然后也甲伊应允讲，你当即马出去，伫即段路、即段时间内面，上帝要保护你，互你会当平安倒转来。所以咱看到做梦伫圣经内面，咱有着写记载，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这31章内面，头前这28章甲30章甲31章内面，拢有讲到梦。即个梦呢是诚做上帝启示一个讲道，所以伫遮咱看到的，雅各呢，就是伫即个伯特利的所在，伫遐来下愿。伫遐下愿讲，假使上帝若是保护我，互我有食有穿，佫会当保护我转来故乡的时阵，若安尼，我着掠耶和华做我的上帝。所以伊甲伊所困做枕头的石头呢，就安尼甲徛起来了后呢，伫遐来立约立誓，也是下愿讲，头拄仔咱所讲遮。实际上，咱若是看即个地图的时阵，上下面即别是巴的所在，一直到伫咱正手顶面即个合兰的所在，咱看到的。而且描写讲850公里，若是行路的时阵，差不多是30日的时间。850公里差不多是啥物款的概念呢？就是咱为台北来到伫屏东，然后佫为屏东安尼倒转来即个路程。若是咱讲要踅台湾的时阵，一年差不多900到1000公里，所以咱会当想象850公里差不多要踅台湾一年的距离。总是伫雅各呢，伊行路就爱1个月的时间。然后若是为伯示巴呢到伫伯特利呢，行路差不多3天的路程，差不多85公里，就是咱为台北的差不多到新竹佮到南部东部。伫即款的距离内面，咱看到伊爱离开伊的故乡，然后到伫伊生份的所在，就是讲妈妈的外家厝，就是讲外公外妈的厝遐。然后经文咧描写讲，伊来投靠伊的阿舅，就是腊八，伫遐来做长工。用咱今仔日的话来讲，就是做外籍移工外籍移工。然后伫遐来为着伊的阿舅，也是后来诚做伊的丈人，伫遐来顾养。然后
经文咧描写讲，伊前后有娶着列班两个查某囝，利亚甲勒结。然后，而且经文咧描写讲，雅各呢为着爱勒结的缘故呢，为着疼，为着爱呢，伫遐甘愿为着伊来工作7年。然后经文咧描写讲，7年的时间呢，甲当做几工的时间。总是咱直接看到伊的阿舅也是后来的丈人伫遐骗婚，所以安排呢是大查某囝先嫁，然后才去安排讲第2个查某囝才会当嫁。所以雅各就为着列班呢，去工作7年。换一句话来讲，伊为着爱勒结的缘故呢，前后工作14年，才娶着伊咱讲所爱的勒结。咱伫遮咱看到即个家庭内面，就是因为即款的紧张关系，也是讲纠纷的关系，因为大某利亚呢无得到疼爱，然后勒结呢又搁无法度来生产，所以因就想办法来做咱讲自力救济，也是想办法要来维持即个家庭，也是互因会当有后代。所以雅各也是讲后来叫做以色列即个家族内面，就伫即个艰苦的环境内面，一个来出世。所以因的祖先也是讲，即个雅各的12个囡仔12个囝甲一个查某囝呢，就是伫即款的环境下面来出世。每一个祖先的名，拢有上等的意义，也有真丰富的意思伫咧。不过，咱伫遮来看到，伫29章、30章到31章内面，咱所看到的是，遮个囡仔出世，也是雅各伫遮成家立业的时阵，是一个真艰苦，爱拄着冲突。面对冲突，伫即个艰苦的环境内面，慢慢长大成人的一个家庭。即摆大咱看到的是即雅各的12个囝，甲一个查某囝叫做迪娜，即个名。利亚安尼讲，当伊生着第1个囡仔的时阵，伊讲：我Reuben，我当做我有一个囡仔，我若是生囡仔的时阵，生一个囝的时阵，我的暗屎要疼惜我，总是。雅各毋是安尼对待伊，所以伊个生第2个说：西缅，上帝有听过听着我的祈祷啊。然后第三个囡仔利未，伊讲：我即摆为我的翁婿生3个囝，安尼我的翁婿一定会甲我结合。当时伊的期待呢，雅各毋是安尼来对待伊。所以第4个伊的囡仔叫做耶弗大，犹大的时阵，伊讲：我为着我所生的。来阿罗上帝，所以每一个囡仔的名呢，拢有一个真重要的意思，甲伊的情景伫咧。所以利亚生着这4个囡仔了后，第4个用着阿罗上帝来做一个暂时的结束。总是勒结的，勒结刚开始的时阵无法度来生产，总是后来伊生着一个囡仔的时阵，伊叫做约瑟，搁来一个无够业，所以搁来一个所以咱讲加添一个，就是约瑟的意思。总是真不幸的，勒结生第2个囡仔的时阵。伊懒散，所以伊看到伊家己的生命要结束的时阵，伊看到伊即个出世的囡仔讲：贝欧尼，我苦命的囝，因为你无法度看到妈妈，你也无法度食着妈妈的奶，安尼来大汉。所以伊为着伊的囡仔来号一个叫做苦命、艰苦的囝。总是雅各甲伊即个囡仔的名叫做便雅悯，我的正手的囡仔，我好运的囡仔。所以咱看到。遮家庭的囡仔的名，拢有伊真深刻的意思，拢甲因的生命故事有密切的关系。咱即摆人是讲迪拿是啥物意思呢？迪拿呢，咱若是看现出世，查理士30，伊前一任的某叫做戴安娜，戴安娜呢就是即个迪拿即个意思。所以咱来看到这12个囡仔，12个囝甲一个查某囝因所出世的所在呢。因所成长的过程是，拄啊好是雅各即个家族，以及列班的囡仔即个家族两边的家族，日也是渐渐咧冲突的即段时间。所以伫30到31章内面，咱就看到，整体来讲，雅各离乡背井，做一个外籍的移工，伫遐艰苦的生活，成家立业的过程呢，非常的艰苦，也是爱经过真侪的挣扎。甲奋斗的过程，所以咱会当讲，雅各即个家庭成家立业，也是长大成人，遮个囡仔呢，其实拢是艰苦囡仔来出世。
所以，伫遮咱看到的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呢，伫雅各的家族来讲，是经过挣扎甲奋斗的过程，才会当看到后来的成果。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的背景内面呢，是咧描写讲20年了后所发生的代志。拄则咱有讲到，雅各的家族以及列班的囡仔，遮个家族两边呢，紧张关系愈来愈严重。所以雅各伊就趁列班无伫厝，迄几工内面呢，就偷偷落跑，就是离开赫兰，而且呢，无甲因的丈人、丈母，也是因遐大细声的遐会讲，就安尼点就安尼来离开去。列结呢，就顺手呢来偷摕列班的迄个家私，头拄咱读的经文内面所家私。原文的意思可能是安尼，就是家族的神像，意思就是讲这是传家之宝，这重要的物件。所以列班呢才会立这个对积这个雅各甲因的家族。列班知影这个雅各逃走了后呢，伊就真紧来对积因，然后来到这个基列山区的所在，然后就要捉到这个雅各的家族。咱看地图内面，差不多是咱正手边的顶面这个所在基列。然后伫遮过转工呢，列班的家族甲伊的民兵甲伊的手下带着武器，遮个手下呢就要捉到雅各。咱会当想象，若是捉到因的时阵，会发生啥物代志？迄是非常悲惨的代志。总是伫迄暝，当因咧困的时阵，上帝就透过梦甲列班讲。你毋通对雅各讲好讲歹，毋通安尼讲遮个讲遐个。所以过转工会早起的时阵，当两边的人马伫遐来见面的时阵，然后因就发生安尼来争执的对话。列班想要摕回伊的家私，头拄经文所讲的。然后总是雅各呢，就安尼甲伊的丈人来回顾过去这20年来到底发生啥物代志。用咱台语来讲，就是算忠孝。即个过去20年的孝呢，咱今仔日清清咧做伙算。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内面呢，这开始的时阵，36节到42节就是安尼。雅各伫遮讲啥物话？伫这过去20年内面，我为着你两个查某囝工作14年。其实伊是为着了结来工作14年。然后6年的中间来顾你的羊群。总是一个丈人，也是伊的头家呢，10届甲伊改工资，用咱今仔日来讲，咱会当去劳工局来告诉，还是来起诉，还是来抱怨而且咱会看到的是，即个丈人呢对待的即个囝婿呢，是用着即款的方式，用咱今仔日来讲，就是非常无公平、减薪，还是讲咱讲用着真无好的方法来处理即个薪水的问题。毋若是安尼啦尔，过来就是日时晒日头，若是寒天的时阵就受寒，遮个拢无法度互雅各呢来过一个安稳的生活。换一句话来讲，各样的生活就是伫野外，压雨、晒日头，甲寒天受寒，遮个拢爱雅各家己来承担。万一若是财产拄着啥物损失的时阵呢，咱台语讲有讲无想，拍破爱赔。换一句话来讲，就是遮所有的损失呢，毋是算伫头家的身上，毋是算伫丈人的身上，是算伫即个雇工的身上，就是算伫雅各的身上。这若是咱伫今仔日咱台湾社会来讲，这是无应该，因为若是咱讲因公受伤，也是因为咱是公司，也是咱咧工作的原因，公车出门的时阵嘛是万一拄着啥物车祸，也是无好的代志时，安尼头家爱来负责。这是咱今仔日咱社会。或者咱的劳工，也是讲咱的劳资会当明确有规定的。总是遮个伫雅各的身上，伊家己爱去承受遮个。羊仔若去互偷去，也是去互野兽食去，遮毋是头家爱负责，是伊家己爱去赔。所以20年的总数，就是头拄仔咱所读的经文36节到42节。不过，伫遮咱若是回顾29章到31章的时阵，咱会当看到，上帝实在是关心受苦的人的上帝。伫29章、30章内面，咱看到
上帝互利亚以及列结会当前后来生产有因的后代。然后31节第30到11节到13节，伊佫描写讲，上帝有看到雅各受苦，伊伫受苦中间呢有顾念伊，甚至保护伊，甚至讲时间到啊，20年时间已经完满，所以会当准备转去。过来，拄则31章24节，伫半暝的时阵，上帝伫梦中警告列班，你毋通讲遮讲遐来欺负你的囝婿。所以咱伫遮来咱看到，上帝确实是眷顾的上帝，所以伫遮也是伫遐经文有描写。上帝甲雅各三角地一路来保护伊，互伊会当伫各方面虽往艰苦，总是会当顺利甲发达。列班伊的丈人也是伊的阿舅，伊也亲目睭看见，伊家己所拥有的所有的财产，也是财富呢，拢是上帝透过雅各来赏赐互伊的。所以30章27节安尼讲，耶和华赐福我是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你雅各的缘故。丈人知影非常清楚知影讲，即个赐福来源的是因为囝婿伫遮的缘故。来到遮以后呢，上帝透过雅各来祝福伊即个家族。雅各也亲身，也是深深会当肯定，去经验着讲，耶和华上帝确实是通过伊来祝福伊的丈人列班。所以伫遮咱会当看到，上帝伫因的中间来保证，也是保护因、帮助因，伫告诉因会当看见上帝的祝福伫因的中间真具体来出现。所以伫遮咱看到讲，雅各呢，伊就有要求列班伊的丈人讲，有点有互阮呢，遮个羊仔呢，诚做我的财产，也是我的工资，就遮就好。总是咱看到经文呢，因甲遮个有斑、有点啊，佮有条纹，遮个羊仔拢赶去其他所在去。用今仔日来讲，就是减薪，也是偷摕即个劳工，也是员工的薪水，遮个拢安尼发生。所以是列班伊的丈人，伊的头家呢，安尼来讲话无算话，伫告诉头拄仔咱所读的经文，雅各来质问伊的丈人，安尼讲，若毋是我的老爸以撒所敬畏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甲我三角地，今仔日你一定互我空手倒转去。所以上帝有看到我的苦情，甲我的劳碌，所以伫昨暝的时阵来指正你。所以，亲爱兄弟，咱伫遮来看到是两边对话的时阵，你知我知，发生遮个代志，拢有是原因，拢有伊的结果。所以今仔日咱看到经文内面，即个囝婿是安怎会当遮尔勇敢来回想过去20年我受的艰苦，今仔日咱讲互清楚。所以雅各伫遮来指责伊的丈人伯涉甲压榨吞达伯涉的时阵，互伊拄着无公平的对待。总是伫即个无公平的对待内面，伊也肯定有看见是上帝的保护，才会当互伊即个家族到目前的情形会当受到上帝保守。换一句话来讲，上帝保守着雅各伊的应允，保护伊，带领伊会当行为一个应允的实现，也会当互伊会当带着伊的家庭甲伊的财产，要准备转去到伫迦南地。因为上帝的保护，所以原来人讲单身的、两手空空的、要逃难的雅各呢，为伊的故乡走到哈兰遐去。伊是单身一个人，可是伫这20年的中间，上帝就安尼来帮助伊甲伊的家族。所以雅各的上帝是改变人的历史、人的生命故事，也是改变事件的上帝。伫遮咱看到上帝看顾艰苦的人。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内面第2段内面，非常的重要是在伫，咱看即个丈人伊安怎讲？43节，列班对着伊的囝婿雅各安尼讲：，这2个查某囝是我的查某囝，这个囡仔就是孙仔，伫你的囝呢是我的囡仔，这羊群也是我的羊群。既然你所看见的拢是我的，
这是啥物意思呢？意思就是讲，今仔日若毋是上帝昨暝伫梦中来警告列班的时阵，今仔日列班带着伊遐个骹手的人呢，就安尼会当甲遮物件拢摕倒转去。啊，所以雅各剩啥物？20年前伊一个人，20年了后伊也是佫一个人。20年的努力拍拼呢，拢规日空空，总是伫早暝的时阵，上帝透过梦甲伊警告，毋通讲这，毋通讲迄。所以正来咱才有看到经文安尼描写讲，丈人甲伊的囝婿就安尼两边来立约。所以这代表的是啥物货？以色列甲列班，也是讲后来讲的阿兰人，会因双边两边的民族的立约。所以拄则咱看到迄个石头仔堆呢，有无相共的名称，一个是因为列班即边的家族用哈兰语所讲的，另外一边呢是以色列即边用着希伯来语所讲的。无论是啥物款的语言，拢讲的这是纪念，也是讲立约的石头仔堆。所以伫遐来签约，然后伫遐来做伙食饭。所以伫遮两边的人用着家己的语言。为着即个石头仔堆来号名，讲这是见证的石头仔堆，相时也伫遮呼求上帝，伫因个中间来做见证者，也是监察人。啥物人违约，上帝会算数。所以对打了后，咱看到经文结束的时阵，后来佫讲，雅各的后代呢，甲列班的后代呢，因就安尼家己行无相共的路，两边呢。互相无干涉，也是讲互相和平条约，互相呢无发生战争，也是暴力。咱看到即个结果是安尼。咱若是回顾雅各伫赫兰的20年，伫遐成家立业，伫遐艰苦的发展伊的事业，渐渐得到成功。特别是拄咱讲的，伊空手来到即个所在。然后，而且渐渐伊的家庭安尼来成做一个家族，啊，搁伊的产业，这个拢显示上帝甲雅各三角地地，保护伊，也保护伊整个家族，保护丈人安尼全部搁摕倒去。雅各的家族的故事，今仔日兄弟咱伫遮2022年11月，伫遮来读即段故事的时阵，其实会当互咱看到的是一个毋茫的故事。也咱看到是一个互人敬畏的故事。一方面，咱看到上帝呢不断伫一个家庭，也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家庭，也是一个家族的顶面，互人会当感觉意外，上帝保守。伫困难的中间呢，会当经过遮个困难、甲挑战、甲挣扎，得到上帝保护。另外一方面，咱也看见，无论啥物人，也是啥物代志，拢无法度来阻挡上帝应允的实现。时机若到的时阵，上帝的应允就安尼会当来实现。今仔日2022年，咱会当对即个雅各的故事得到啥物款的启发呢？我想，咱有真侪会当得到启发的所在。我就只用一个故事甲兄弟来分享。上帝看见我的苦情，甲我手会着我。我一个好朋友，伫几礼拜前，伊90几岁的爸爸过身，然后伫教会来举行一个告别式。我这个好朋友呢，伊就伫个人的录地中间呢，伫遐来回想伊的爸爸这90几年的生活。伊就讲到，回想因爸爸细汉的时阵，就是伊阿嬷，伫日本时代呢，甲人洗衫，伫个警察也是军人学校遐洗衫。迄当阵洗衫呢是用着迄个米浆按摩洗衫，因为迄个按摩会洗衫的时阵呢，屈起来，迄衫会解变。总是呢，伊甲迄个洗衫村的迄个按摩呢，就安尼为即个部队遐摕转去到伫厝呢，伫遐来饲遐囡仔，就是我的朋友的爸爸甲伊的兄弟姊妹，所以迄当阵是非常非常艰苦。所以伊的爸爸呢，就是细汉的时阵做咱讲童工。做迄个囡仔工，然后一直到伫青少年的时阵，因为伊非常的拍拼，所以公司甲伊留落来做正式的职员。
后来呢，伊就家己甲伊的我好朋友的妈妈呢，后来结婚了后呢，伊就是伫遐做开一个柑仔店。总是因为非常的操劳的关系，所以妈妈伫遐来非常的操劳呢，就安尼来过身去。我的即个好朋友呢，迄阵真正9岁，所以有阵时转来到厝的时阵，看爸爸坐伫椅仔遐咧哭，因为呢，即伊的兄弟姊妹，我的好朋友的兄弟姊妹，4个兄弟姊妹呢，无人会当照顾，只有爸爸呢扮演着爸爸跟妈妈的角色。后来即个伊的爸爸呢就带另外第2个某的时阵来甲伊照顾遮个囡仔。即个第2个后母呢，就是父母呢，是一个基督徒。即个爸爸甲伊的后母呢，有安尼讲好势讲，即个后母呢，伊为着要照顾这4个囡仔的缘故呢，牺牲家己的青春，然后无搁生囡仔，所以就专心安尼照顾这4个囡仔，就是我的好朋友的兄弟姊妹。所以伊的后母呢，就安尼来带这4个囡仔去到伫教会遐上主日然后伫遐承西上帝，体会着耶稣基督的疼痛，然后受洗礼，所以因的家庭伫即个艰苦的中间，就安尼来经验着上帝的拯救。所以我即个好朋友安尼分享讲，因为伊的妈妈的牺牲，所以互因的家族呢，为伫一个真艰苦悲惨的家族内面去体会着上帝的疼痛，甲因照顾，然后因后来长大成人，拢有无相共的发展。所以伫遮来回想讲，伊的爸爸甲伊的后母妈妈呢，就是安尼甲因照顾，互因经过即个艰苦的抗战。亲爱兄弟，这就是敢若亲像咱所看到的这雅各的故事一样。伫人艰苦的中间，挣扎的中间，是非常的悲惨的情形的下面，上帝透过伊即个后母所带来福音，拯救互因会当体验着讲，人的艰苦。毋是一个一个尾站，是一个新的可能性，互因会当对人生的苦痛中间，经验到上帝怜悯甲照顾。其实雅各的故事也会当非常非常的多。我相信咱伫在座的兄弟，可能你家己，也是你的家族，也是你的家庭，也会经验到亲像雅各即款的故事。所以，望会当有时间会当听见咱兄弟来分享。上帝安怎伫你的家庭，也是你个人中间来行奇妙的事。一句话来讲，咱的故事呢会当一直讲落去，那亲像分彩的一样见证的故事，嘛会当伫咱的教会的兄弟顶面去看到，上帝安怎照顾雅各即个家族，伊也安尼来照顾咱每一个兄弟。结果来讲，咱对今仔日的经文会当来看到。上帝对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水的旨意，虽望可能会经过非常挣扎、艰苦、痛苦的过程，可是伫今仔日故事也会当互咱看见，对雅各的故事内面会当互咱一个望讲，上帝总是甲人相甲伫地，虽望咱会拄着挣扎甲艰苦，也是各种的挑战，也是无顺利等等，总是上帝伊会引带咱。行过即个人生的抗战，即个故事也会当因为安尼，会当来互咱来学习，咱伫生活中间安怎来敬畏上帝。所以等下咱的唱的回应诗歌是咱着信靠上帝。我想即首诗歌呢，真好会当来成做咱的回应诗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甲今仔日的信息。所以咱着继续勇敢，存着信心来倚靠上帝。然后行咱人生的路程，无论咱头前的人生路程是要偌久，也是啥物款的挑战，伫今仔日故事会当互咱看到，上帝总是甲咱相甲伫地，无论咱伫啥物款的情形的下面，上帝疼痛透过耶稣基督对咱无放杀的疼痛，伫咱本身，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也伫咱的信仰团体下面，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是看见阮的苦情，甲阮的辛苦的上帝。阮过去的人生路程，无论是安怎经过，伫苦痛的中间，也是伫挣扎，甲伫奋斗的过程内面，阮相信上帝，你拢有看见。
你也甲阮三角伫地。阮伫遮恳求你，继续用着你的稳定疼痛来带领阮每一位兄弟，也照顾带领阮的家庭，伫阮的教会以及阮的信仰团体，互阮会当看见，你确实是知影阮艰苦的上帝，也搁带领保护阮的上帝。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兄弟，今仔日也是台湾新学院奉献纪念主日，所以伫遮爱搁交了大家时间，请咱兄弟来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就介绍伫新学院毕业了后，阮的同学也是好友呢，去到伫魔术港的地方的教会，特别今仔日的主题是偏乡的教会，咱来看咱的新学院毕业的学生因伫魔术港所在。150年前，只有28岁的马街对远远加拿大来，台湾就亲像是偏乡。我记得迄边是一个风台天，然后我就来到遮，迄面真恐怖，因为着是风台。然后我的手举一直咧抓迄个土石流的紧无，我就真惊行到会敢会雨水冲走。然后突然间就有一种真无助的感觉，是甲第一遍来的时阵真无相款，因为即遍是就我家己。然后就一直想起讲之前话，或者讲因的厝边流水，然后困便所，我就突然间感觉讲，对，我即摆已经到一个偏乡的教会啊。就亲像是我家己上帝的家人同款，阮阁是同胞，阁是兄弟姊妹。然后看到遮，因为是无遮通继续，搁有勇气的时阵，我伫上帝面前就直接悔改，伫上帝面前祈祷，安尼死就死啦，就亲像一粒米仔，若无落伫土里，就袂当结实真济。伫这个所在，嘉义县番路乡，侪人拢是做事为主。教育水准比较大都市来讲，无遐尼啊悬，经济收入也无遐尼啊好，所以这是上大个差别。伫生活顶面嘛有侪个差别。亲像草地这个所在，大多数人拢是早早就困，早早起床，因为要去做事。我感觉讲，并毋是地理位置的偏僻。乃是即个偏僻是存在伫人的心内。服侍事工常常是对头人，也会当讲是用一种随时改变的方式做调整。毕竟无一项事工是对头到尾拢无改变来结束。遮个事工因亲像只有咧夜景，但是敢若无法度收挂。所有的事工我其实就是改戏，或者是直接接听。我应该做较一个事工是伫东港的起做顶面。我毋是为着家己行即条路的，是为着上帝的旨意。我是伊的仆人，上帝要叫我去倒位，我就应该顺服。会来到即个所在，也是我甲上帝祈祷讲，我想要到偏乡，上帝也真正回应我的祈祷。离开即个所在去别间教会服侍，有时阵我嘛会安尼想，但是当我一入来，详细甲家己的步调来对话的时，就感觉讲，既然上帝已经答应我来即个所在服侍，安尼我就爱伫即个所在有较久长的时间，除非有真清楚的指示，我应该离开，我才会离开。我认为上帝的路途嘛是爱看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就是祈祷，然后伫祈祷的过程中间，其实无上帝爱我离开边仔的记号，也是感动，完全拢无。反正是伫祈祷中间看到一寡囡仔的面，兄弟姊妹的面，然后伫迄个时阵，我就决定要留伫边仔。
若毋是上帝爱我离开，一定有上帝伊的心意。旧年我将我的户口迁徙来遮，即个身份影响是搬过环到遮的身份，也帮助我重新调整。我后生毋是只有伫教会，也是甲教会有关的，伊是搁较宽，我会当甲搁较侪人来互动接触。马街的宣教事工，现今也不伫台神继续，对学堂中以及团契生活内面延续马街精神。阮是一群活伫异象中的人，伫上帝国做梦，同齐兴旺福音，点着生命的火。心含义的好本，就是对上帝有信，对人有听，对土地有情。阮的使命就是要培养一群敬畏上帝、听教会的传道者、甲教会侍奉者，继续传承马街的精神，就是谦卑顺服伫上帝的呼召，愿意去到上需要所在，通过听甲顺口，互人会当应验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指引甲恩望。也因为安尼，阮真需要正教会兄弟姊妹你的支持、奉献甲带导。最近下秋，这影片到遮，真多谢咱的兄弟的关心甲带导甲支持。那现在新行以后通讯以及网络顶面有相关的资料，假使咱的兄弟若有要进一步来关心，请咱会当来网站关心以及看台信的通讯。愿上帝祝福大家，多谢。真感动阮的母校有遮新的同工，后继有人吼。我相信新行伊毋是干那募款带导，伊爱牧人呐，爱募一寡愿意来献身做上帝路帮的。所以咱中间遮个年轻的一代，也毋茫伫上帝呼召甲感动下面，来做伙伫福音的第一场做伙来拍拼。今仔日真特别伫咱周末内底有写吼。咱的兄弟徐世斌，伊的囝儿久长拢住伫新加坡，真难得，疫情了后倒转来台湾，亲像今仔日詹牧师所讲到的，上帝介绍伊家己讲，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伊的囝儿伫新加坡生活，总是伊认同爸爸。伫南门教会，这是伊心灵的家，所以特别安排毋茫来伫南门教会接受洗礼。伫即个所在，今仔日徐世斌的囝儿冠华甲伊的孙要接受幼儿洗礼3代，咱伫遮要做因信仰的见证。冠华就请你先来伫台前来阮伫遮来甲你行洗礼。请你面对我，咱做伙注意来听上帝话。伊讲所听兄弟姊妹主耶稣基督吩咐咱，当伊对死人中过活了后，还未上天会抬升。伊有对学生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你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伊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是因来守。就我日日要甲恁三甲日的到世间的路尾。后来伫五旬节的时，彼得传福音，对听伊这道理来接受的人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恁的罪得到赦免，然后恁要接受圣神的赏赐，
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记拿咱的主上帝所要呼召的。所以冠华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佮接受洗礼。但我也要对你讲，你着爱深信，你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佮伫耶稣的名来受洗礼，今仔日即个圣礼典就要诚做你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也表明对今仔开始你要接受圣神顶头生的生活，来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所以今仔日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接受洗礼时，请你来回答我咧问的几个问题。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要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关怀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即时咱也请妈妈依琳甲大明德吼，伊的细囝要来接受幼儿洗礼，请恁做伙来伫遮。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士兵遐吼2年毋捌看过即个孙啊，即届转来足欢喜甲孙做伙，也要伫即个所在来接受洗礼。即时即个幼儿的洗礼，事实上是对，事实上是对爸母的一个使用吼。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伊接受囡仔来就近伊。伫马可福音记载讲，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伊摸。这学生责备，惊耶稣受到搅扰。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就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既若成只上帝国的，无亲像细囝，决断袂当入去，就抱伊，甲伊换手来祝福因。今仔日虽然咱的细囝真细汉，也无明白这个事，总是上帝应允，也要归伫因。因也是上帝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今仔日恁做伊的爸母，请恁来回答我的问题。恁有相信上帝要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恁着常常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即个细囝，互伊以后的人生所行所做，合伫上帝教会法度。恁有约束要安尼行也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会通守即个约，到伊成人。冠华的细囝叫做明德吼，是明德2岁吼，小可凉凉吼。明德，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来，活过来吼，因落士兵兄甲士兵兄的查某囝也今仔拄为美国转来，请恁来头前阿公有伫遮无？士兵兄请你来头前，翕一个相来做纪念，请咱现任的长老甲名誉长老，请准备来遮甲因手吼，来甲因接落因吼。士兵兄，请你来头前吼。3代吼，要来喊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来，
请咱的长老拜托名誉长老咱来甲来握手，来甲因欢迎哈。要请咱话直接去地上好无吼？好，迄个谢谢。好，过来一下。好。口罩。教会有准备洗礼证书，甲一本圣经，看吼。这个是关怀这是要给小朋友的。好，欢迎请您回座。好。大家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咱着信靠上帝，全手三赞。请坐，请以如任宽接书来书献。
消息的报告第一项，教会消息。欢迎今仔日来参加礼拜嘛是大神的纪念奉献主日，感谢神学院的张圣牧师来代表学校来正道请安募款。第二项咱头仔证人甲好像上帝来见证冠华甲伊囡仔来领洗礼继续为着即个家族来祈祷。有先提醒2礼拜后11月20敢若有一场的感恩联合礼拜礼拜前甲礼拜后其实要翕全教会的大合照，到有几个团契详细的情形后礼拜同工会去甲大家公布请大家来配合先拜托10号按时间大家爱留落来。另外亲手抄圣经的活动敢若剩20几分希望有志的玉兰姐是小文执事来报名感谢大家。另外为着即礼拜已经结束即期的教务书信的灵修默想咱后一期要按对11月27开始要用美国长老教会大港节的灵修的材料，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当家消息，先话对搁一个提醒因为伫礼拜三伫5楼来练习嘛欢迎有志的来参加。少年团契伫后礼拜日的聚会后要有活动有兴趣的请辅导来询问。妇女团契伫12月初2有一日的旅游收费要有兴趣的姊妹小红姐来报名。另外具体关怀咱一个见证啦毋是换人，毋是干那换时间这周报对毋对是咱本会员廖尚进老师也曾经主恩一定结婚伫美国结婚即个礼拜六下晡是3点3点半来新娘一定进场要举行新婚几年的感恩礼拜，欢迎兄姐等祈祷祝福来参加。较艰苦心的代志就是春节这已经伫即礼拜又主怀个别礼拜伫12月24咱为着即个遗嘱来祈祷。另外教界消息，永光教会伫即个今仔下晡伫新店行道会美和堂要举行超级玛丽的歌舞剧顶礼拜有报告因遮有社长的团队咱的广播人嘛有刊登有心的人会使去参加。另外博爱手艺教会伫本堂伫12月27的下晡举行小海正姊妹歌手伊的诗歌的见证，嘛欢迎兄姐邀请离心者来参加虽然是免费，不过需要统计人数这是咱台北中会有干部的协办。大岛的事工为着美国的选举，为着大家迄款大型的活动的安全，我想大家拢知影韩国真不幸的代志为着咱亲手抄圣经的活动来祈祷，另外为着台湾信仰院来祈祷，教会迄款圣诞节70周年的代志来祈祷。另外佫一个提醒就是，咱50周年的、甲60周年的纪念刊佫教会有真济
若有兴趣的兄弟，大家会使伫伊讲咧1楼会使去摕。咱只要请护士补充报告甲介绍。时间真紧吼，50周年是20年前。如果你若无摕到当时，迄是咱记录咱教会历史，迄个纪念册，请你家己伫柜台遐吼，60周年、50周年、60周年，咱即马开始咧编70周年啊吼。你若有兴趣，会通摕转去看教会一寡历史。我即个时阵来介绍今仔日人客真侪，咱国庆解封了后，有真侪人客为国外来，我想为较远的来介绍吼。我来特别来介绍尤正明医师吼，因夫妇吼，尤医师因夫妇以前伫我教会即摆有较长的时间倒来伫台湾。抑个林恒哲医师吼，林恒哲医师咱后壁遐吼你若捌看过伊检菜嘛，读过伊编的册吼。我第一本政治的启蒙是为于台湾文库的即个自由的滋味吼。当时遐拢禁册林恒哲医师伊足注重台湾文化的推广吼。伊即马伫遮嘛一直咧推广用文化吼，来加强台湾的软实力吼。林恒哲医师咱真欢喜今仔日伫咱中间。我来介绍为西雅图转来雷正义因夫妇吼，雷正义兄弟因夫妇因为伫西雅图伫遐50几年即马有考虑要倒转来台湾啦吼共款为西雅图转来廖光仁有伫遮有廖光仁新娘廖光仁伫楼顶吼，新娘无来，新娘的哥哥有来啦吼，今仔无看到主恩来吼伊来参加妹妹即个拜六。歹势3点开始，毋是3点半吼，欢迎咱来参加即个归宁的感恩礼拜吼。我来介绍江玉纯为美国转来看妈妈吼，江玉纯也今仔真欢喜，即个即个局处长老啦吼，咱教会有3个叫做局处局处这嘛啦为温哥华转来，咱顶礼拜有小可介绍转来吼。这是其中的一个局处，就咱今仔日的周报咧写伊甲南门教会关系的周局处这吼。咱的李局处长老，你看安尼祖啦吼，今仔日伊的孙庄玲的查某囝牧师娘吼，阮牧师娘，伊伫信义教会咧牧会培育的 baby， 这是第4代吼，恭喜进总长老遮。其他毋知我有爱阁介绍，我遮无阁其他的资料，请若有需要介绍无客气，欢迎咱大家会通来做礼拜煞请莫赶紧走，咱会通做来讲话。头先来讲11月20吼，11月20教会要翕一个大合照大工程啦吼，所以11月20咱无第1场礼拜，咱甲2场合并，总是迄天，请你小可准备差不多礼拜煞爱阁半点钟的时间，吼。翕相吼，后礼拜详细的时间安排会公布，请咱11月20，请咱尽量排除万难，伫70周年的特刊馆顶留出咱的名吼，多谢。中营的诗请起立402首，恳求主你助我甲无相煞，请中等。上帝听透，圣神的相通，甲咱三角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典甲结束了，咱才起身离开。